大概都是小姐的时候，现在没都对接帮助吧，实际很不到位这边。小姐叫像拉长啥咯，这什么上街他们这个我这当心我讲这个，要我把那干嘛被小姐对这么没把了，我什么个把现在长沙县教授就前些老板，现在都少了。康熙生小长新是不啦呢？满大拉当，那些女性当，等个农委会们把现在，所以那边路他们康熙当，康熙人呢，把这老些拉都搞完了，管子把康熙把，现在他们叫他把他们过去特别送年轻了，很多一些，那么来个当路当女性的，这么大当，没给那么当，这跟着这个是咱把，咱们这个的，那个。学的很多，那南瓜当年被审判他们这，南京老南边吧，那杨大不是都被上街就空帮了，现在讲过不是叫这一切都，他们被学生们年不是就，年多上班上这个做都审判吧，我们都在那上班的学。首先，请大家升起菩提心而来听闻，也就是我今天来听闻这样一个深深的法教，目的是为了帮助一切乳母的有情都能够证得无上遍知的佛果。刚生不是小一群呢，考拉公众跟这个，罗中等你写吧。Allah tomar gawa padu gawa tamar gawa de namba sumdu bale thambol le bru thumne ta kamdir ne padu ge kamne nawa yuje de la shenba tinge ma lo be zungdo de sunju je mena ludo ba je da ne la na 那个有手，那个有点窄，念波拉嘎，这心波拉嘎，然后心波拉嘎，人家电话拉嘎哇，你都用啦，打，你看把人家送的，那我已经都用啦，都用的俺这里先生差呢，在那上当对这个下达嘞。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由卡拉滚冲大师所写的这样一个练心72劝。那这部论著呢，主要分为了初善、中善、后善3个部分。我们讲完了初善，现在是在中善的偈文当中。余诸妙欲境尚未彻心验，却委得高相，莫骗世人吧。那么这里有提到一个妙欲境，那首先我们都是所谓的欲界众生，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各种的5种妙欲，也就是色、声、香、味、触等等，我们会心生这种贪着。当然这个开上写吧能行，谈不去的，新买平时冇到3轮买吧，去养大钱给，当那个咱特别看不得要的，特别看不能的，对外能了得要的，现在样先把定的老过来，对外下把先把定的买吧，对外印不买吧些，东外印吧些，没到吧印吧些呢，先把定的老过来的。就像我们在昨天有谈到一段说，今生名与福和来世临终法哦，你不可能2个都要去做的，你必须要确认的选择，也就是临终法，也就是所谓为了来世的佛法的修持、正法的修持，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心求渴求是来世临终法这样的正法的话，那么你就要对于今生这样一个欲界当中的各种的妙欲，你必须要认识到它是苦，它是无常，它是没有真实义的，因此而生起厌离之心。那老个人的没那样，他开始，现在好像给这很多人了，这个人比多不的有了，马几年，人比多不有了，马几年。然而呢，我们很多时候却是沉溺在这样子的5种妙欲，不管是色、声、香、味、触等等，然后又心不察觉，
没有用各种对峙法去对峙它。今年牛俺了，今天泡泡糖切别先把马路吧，就是对这个他在这开始用个人。我们对于五种妙玉完全没有升起想要离开的心，所以我们就跟俗人一样。这在牛们把阿张车位，先把阿张车位点开，牛们不拿了，牛来先把门头那边门头靠不，东把中头靠不，因为出去的呢，出去呢没拿了，中部印度靠不车呢些。这个偈言就在形容说，这样子对于轮回是如此的贪着的，对于妙玉如此沉溺的，这样的俗人，对于轮回完全没有升起厌离之心，但却伪装着一个德高望重的这样一个戒律清净的一个相貌，却伪德高相。顺序节没拿没拿是拿虽然那种其他车没用嘞，给人给这样没用嘞，给讲没用吧，等下那就出国了没修吧给，今天跑了了没拿是了吧，没拿。接着这里说莫骗世人吧，那这里的世人就是指对于佛法没有学习的、没有经验的，同时呢也没有依止过老师的，那么同时自己也没有执守各种戒律的，就是没有所谓的各种的出家戒的或者是在家戒律都没有的一般的人，叫世人。有种普通话的，那些老了马下了，他你走了先把我们马下了马去去，有种的天天能多一些当，天天上海一去我接一些，听了他把三把公北国的那些嘛，你老了马下了话了去。那些老了大人马几百车，当年在这大牛完车，那些的些人马几百车，马下了玩儿。所以不要以这样子的伪行伪装的样子去欺骗世人。接着说，佛所宣精密，尚未生定解，却执名言句，莫增我慢吧。那这里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佛陀所说的这些经论，或者这些密乘的典籍也好，显称的典籍也好，这是经或密。那么读是读过，但是却没有可能听闻过，思维过，但是呢，却没有真的升起定解，就是没有升起一种确信。这呢，老九叫老牛，他呢这个啦行，这咱们就是马老呢，这个咱们就看人就也白车，他呢这个啦行，到我他们这个啦行，都是马多，他我开把因什么呢？有天没有吧？来有天有什么的，我家了什么？我没我家了什么？对吧？我家了马些对，我家了马些鞋送。所以可能就只是懂得字面的意思吧，但是真正的这个含义是却没有任何的认识，对于佛经的这些真正的内容的含义却没有升起定解，所以却执名言句，但是却很执着说我懂啊，我知道啊，我懂这些文字，我知道这些文句在说的是什么，莫增我慢吧，你不要升起这样子的一种执着着名言句的这种我慢。他这个我们那家天天也拿天天台巴样也不是这个嘛的，台巴台巴那边就念不来，上去给接了，说吧大呢，这个念不来，上去接了，大呢那些接吧接不来。这种我慢呢，它会
障碍我们的信心哦，对于佛法的恭敬心跟信心会被由于我们的我慢而障碍住。所以对治的方法是什么呢？这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我慢，你就应该多去读诵佛陀的本身传记。同时，如果因为觉得自己很懂得这些经论的字句，然后有这样的我慢，这时候你就对治的方法，你也可以多修持无常观哦，多观修无常，让你真正精进于这些实际的修持。다신게 시작하게 지금마도 돈 너무시바 세다 개바 인사바 마자제바 달라 라라 메바 다 마자네 베 도자레 마자리 쳔비 르는존네세 마자게 왕게 메로를 찍으래 메로 나나야 메로 타세바 너 불러서봐 무슨 녀석 벌레 찍으래 대다고 삼네 라라 메바 쳔고래 괜히 몰라 同时对治我们的方式，除了刚刚的读本身传、观无常，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多思维这样子我慢会带来的过患是什么，也就是好好的责备一下自己的这个我慢。哎呀，不应该有这样的傲慢之心啊！有这样的傲慢之心，我会落入到恶道的，甚至是落入到恶道当中，投身为那些小的虫子等等。대답은 로이 균통의 바, 선비 균통의 방내, 선비 연전야, 공내 공대 빼기 시도 단디네 마, 통문네 마송。那么，所以这里都在说的是，首先发现或者说找出自己、认识出自己的内心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接着断除它，然后将自己内心的功德开显出来。하장 상보 망망을 로지 링기 된게 안제 다 같이 죽을라 죽 명자의 고주 사님 배년 다 같이 샤고 같이 그 삼는 되는가 너무 주마 톱니다 뭔가 말하고 리지리 삼박에 대단함상 대해야 말이 해야 말이 해 내가 강한에 생나 코와 토마메 바니 다 봐도 뉴몬 비디바 빠가도 메바 망고 사샤가리 동제베 림베마 빵해라 거의 뉴몬 뭐 그래 소가 쇼처럼만 라람상리 두고 말해 接着这里提到说，无始颠倒念呢，无法一顺除，莫要早早判，渐进心意吧。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刚开始学习佛法了，然后没修多久，几个月吧，几个星期、几个月，就觉得哇自己很厉害了，这个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啊，我搞不好成就了，等等，这种就是你不要这么太早的有这样子的期盼哦，莫要早早盼。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无始以来我们的这种无明颠倒各种的烦恼，那是已经累积的非常非常的深的，你不可能说马上一修持没多久就消除的。好多人就那啥吧，看到也老不多吧，别忙不了嘞。상주 주문데 가이나나 소베 되네 다도 좀 봐, 당 딱으로 좀 봐라 소베 로도 송여데 돈소양 되네베 노디네 송샤바레 되게 망세게 되네 로도베 망보여레 다도 좀 봐, 찍어야 로도 망세게 망보 딱으로 좀 봐, 찍어야 망세게 진짜 망보 되네 강사를 해라야 로도 다 메다 다시 망보여레无始以来，我们的各种错误的、颠倒的这种妄念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我们看到佛经当中，佛陀就告诉我们，像是执着有一个我，或者说执着一切是恒常的等等，这甚至还只是很简略的提出的一些颠倒的念哦。事实上，每一个又可以再细分，譬如说执着有一个我。
那这个我执这种执着有一个我的颠倒念，当中又有很多细微的各种的颠倒念。同样执着一切是无常为恒常的，那这个当中有很多细微的念头、颠倒念，甚至每一个人又有各自不同的颠倒的念头。所以呢，要渐进心意，所以你要逐渐，要这个叫慢慢的、渐进的修持，烦恼、负障会逐渐的消除，觉受跟正悟会逐渐的增长。所以这里的渐进心意，也就是说，你的修持会逐渐的功德正悟会开展，还有逐渐你的烦恼等等就会得到消除。同样要成为一个智者，也不可能是我一翻开这些经论，读几页你就说我是一个智者了，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你读了之后要去消化它，要去思维它，要去跟你的上师、跟指导的堪布做讨论、做请益，那么才有可能慢慢的了解这个经论的。就是说，这是老年些吧，老年人吧些吧，天天我家的那娃说，就是说something. The next stanza reads, doing something. 俺开始人生的老年些吧，他不是开吧，他的忙不多，我那样听到去，让他听到去就开吧，让他我那样听来开吧去，不是的，没多。现在人成都前呢，老年些吧的，不是到我堂，今天叫搞到等于老年些告诉，深圳了偏到53年，今天老年些我的，上街点过来，小区53年老年些我的，天天现在人生当，俺给堂铺我让托过结果有300老年些就要嘛的，那是老年些吧堂。接着偈言是：学习是为静，为师是为明，阔论为显才，量否如法吧。所以这里提到第一个，学习是为静所以很多人学习这些佛学这些经论的目的是为了和别人竞争我也要跟那个人一样厉害，或者我要比他更有学问。事实上，这是错误的一个心态你真正学习佛法，更重要的是，你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或者你是为了要弘扬佛教，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动机，而不是为了竞争而学。现在现在我让空气中国小区的300个，过年休息不到，往国外去吧，去要嘛来说。同样，为师是为民很多人总是找着机会想要成为老师，无论是教学上的、灌顶上的，想要成为这样的老师。然而他的动机也不正确，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这也是不对的。我让就你现在我开发的东西就做是哪什么？我别家忙不带我别家忙不养鱼，我老年忙不切牛，我些牛，我天天这些土大忙不新个有什么的，我讲这个过年现在那我那接着第3句说阔论为显才，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很多人喜欢在那边高谈阔论其实
动机就是为了要彰显自己的我慢，或者为了要彰显自己好像很有才华、很厉害，那这也是不对的。而且타르바당 탐도치 뭐 토베게 담배 취대 걔네 세인되게 깨다당 오늘 정도 제를 배주 땅나 배 맛을 보게 디바요 아래 대추에서 너무 말해 이제 대추에서 너무 말해 저랑 상부 동시 아 소리 所以，这样一个殊胜的帮助我们解脱的这样的正法佛法，我们却将它用在于为了今生的名声，为了跟别人竞争，或者为了在这边彰显自己的这种我慢、自己的才华啊，这样子做是很大的罪业的，是不如法的。所以说，量否如法吧。다 트이다고 신내당 항동도 트이다고 정보라는 영웅이라고 그러래. 나는 영웅이나 근데 스케라면은 양 전에 지금 시베게 로메줄라 편도 연구돼. 나는 줄라고 근데 영웅 강한 매발라 용도 주인의 시나 되게 로마의 편도 강한 연구 말해. 영웅의 생기 말해. 接着。自心未体悟，道他也无益，而因心怀愧，莫谋法财吧。所以，像是这种止跟观的修持的各种的法门，首先你必须要自己修持过，自己要有体验，要有经验，再去传授给他人。这时候，就算你的文字可能用词并没有非常的多，非常的这个用甚深的名词术语，但是因为你有经验。你还是能够带给弟子们利益的。相对的，如果说你说的很好听，文字用的非常的高深，巧妙，但是呢，你却没有任何的实修，那么对于弟子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呢，自心你没有体悟，那么你跟别人说道他也无益的，不会有帮助的。因此，而因心怀愧哦，要有这样子的惭愧之心，因为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啊，这样教学，这是很惭愧的一件事。所以莫谋法财啊，就是不要用这个佛法，将这个佛法当它成为让你谋财，或者说让你为了得到名声的方法。现在老他考就是考嘞，考是个这英国要嘛的，天天天忙不，谢谢些，谢谢。出离心未生，念念图八法，却扬出离貌，莫要哀嚎吧。那有些这些错误的行者修行者，他们就是在这样子坐着的，他们装着满口着都是说啊，你告诉别人你要出离轮回啊，你这个要这个不要贪图轮回的等等，但是自己出离心未生，同时呢念念都在想着世间八法。가시 라면 좋아하는데 거기 시인이 또랑라 지금 수지 토베 된다라 근데 네 신해요 래事实上，这些装模作样的行者，他们这么说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世间的八法。所以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这样子的哀嚎着，就是不要这样子的假装着哀嚎着，一点也没有出离心，却在那边告诉别人要有出离心。
사실 있잖아. 땡게 좀 저ኛ물라. 차로 게 내가 강습해 주다 이제 다니 뭐지 게 뭐다. 저ኛ마 차로 게 봐 있어. 누가 말아 내가 별 나라라 차와 범시 안지. 나 칼에 대전 상제이라 연대 제를 관계 라마라 연대 제를 칼에 대바신 거지. 세네 땡이 대바자 매비 중중제. 칼에 대바만 뭐지? 세면 땡 중중제.接着吉言是言多识性少，碌碌见终老，学切成就缓，那么惭愧自省吧。所以这里提到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嘴上说很多啊，我有信心，我相信佛法，但是实性少，但是内心深处并不真的相信。최저 공장이 공약고 정이 삼아세 뒤쪽라 다 먹는 거 뒤쪽라 말하는 공장이 정이 삼아세 몸에 공부하는 맞아 와세 대령양 인외절 상해양 인외절 로제마라야 인외양 아제마 뒤쪽라 공장이 삼 공장이 뒤쪽래 우리 가요 말에 다단내 번 공부를 말도 공작이 뒤 생겨지기 제일 내용이야 야요 말이 그런 거 쓰면 지금 속으로 말도 왜냐면 저는 그게 자오 섬들 유는 모두 송 고향 때지 뭐지 동루 송 내로 송 로스 게 동루요래 接着第二句说碌碌见终老，也就是我们总是说着啊，我要修持，但是呢，都是寄望着在未来的某一天我要修持啊，可能是明天吧，或者是明年吧，就这样子的不断的延迟，就在碌碌的这样子度过了一生呢，越来越老，越来越没有气力真的修持。事实上，你无法在未来找到任何所谓的修持的那一天，你只能在自己的心上找到。意思是你现在愿意去做，就是现在去修，它不会是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总是期盼着未来我要修持，那么就会是这里所说的碌碌见终老。所以他们就会告诉我，让给老人就把看见都大年就过来，大概没当我了，就同步听的了呀，就让当好同步听的了，让给就。接着学切成就缓，这是指说很多人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求好心切，或者说太急了，所以呢也没有好好的观察到底自己的程度在哪里，结果一下子就想要学，或者就学到那些很高深的教法。事实上这样子做的话，你是无法达到成就的，你的成就反而是相对是缓慢的。就这个告诉样，去修行的都要马中，去了送我那行都要马中，人这不就没说马些，没把赔了些，这个现在来没说马些，人家了，家我娘都家老给吧的，就把我的，没把赔了的，人都什么的，让了什么的呗，人们都什么的，让了呗，我说我都什么的，光是说的。接着呢，有不如法的好好修持，然后事实上也做不到，因为自己的程度根本不到那里。你学了那么高深的法又做不到，所以说成就缓。这里缓是说你根本得不到成就的，成就的到来变得非常的缓慢。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言多识性少，然后接着碌碌见终老，同时呢学切成就缓，有这样的问题，你真的是应该要好好惭愧自省。所以说惭愧自省吧。就是说，没有让心操啊，但是身体境界让心定了，马到把让给让心多吧，东西什么，新身体成绩了，等你被定度大点，等你身体这血糖情况度，身体这个让对差不多，现在定下到就对吧？定下到上大人，没平地也问门度，没印地也问门度，没拍个也问门度什么，太帮过来说。
如火本是热，众生自有过，莫思他人错，断行己过吧。那么这里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这个找他人的错我们也总是会这么说，你看那个人就是他的问题吧，他嗔心那么的重，他是这么自我，或者总是说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等等。所以不要这样子，总是去找莫思他人错，就是不要这样去想别人的错，而是要断行己过。甚至就读不读呢？后来天天让给没搞些也嘛的，还有说呢，可能真正给让心的，让心的，可能让心给真的。事实上，我们对于众生的过错，不应该有任何的不高兴，因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有过错，这是本来就是会有的情况，就好像火的本质就是热是一样的，众生本来就有过错，就会有过错。就像是火的本是热，就像是火的本质它是热，它是能烧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不用去在那边抱怨说火怎么这么热啊，火怎么能够烧东西啊，这是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火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同样的，我们也根本没有道理，也不必要去批评或者抱怨说水怎么这么的湿啊，水怎么是这个样子啊？你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水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同样一个人当他被嗔心所驱使的时候，他自然就会伤害别人，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他嗔心的本质就是伤害他人。同样的，对于一个贪心很重，对于一个人的贪心，或者对于一个人的我慢，事实上你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贪心我慢的本质就是那么样一种只为自己的这样子一种自私的一个情况，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贪我慢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同时，这种烦恼呢，它也都只是暂时的，就好像火，它的能烧的热的一个本质，事实上是当它因缘具备的时候，这个本质才会显露出来。水的本质也是这个样子。同样，我们的烦恼贪嗔痴三毒烦恼，它也是因为因缘和合而暂时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从众生本质的角度来说是善的，是好的，因为它随时它都这些缘没有时候，这些升起烦恼的缘消失的时候，它又会回到它的平静，它本来的善的一个本质上。
공도 시비 균생 대다 불러 성문 땅에 왕시 어송 所以这里说莫思他人错，就是不要总是在那说着，在想着他人的过错。事实上，你如果这样子的想，这样子的说，你只是徒增自己的烦恼，同时你也在造作着恶业的。所以不要这个样子，莫思他人错，断行己过吧。다양 라미 조람라 성문땅땅 성부여래 The next verse 接下来的偈言在谈到的是上师的行为。 통신인데 와마이 시로 조람 예제장 남게 토공 예제베 라미 용라 마도아 지르르 특바 샴보당 지라도 되네 상하도 특바 라마 특kim다고 되라기 갑갑 시로라 조람 문제밖에 숙다바티라 요리 야 심지 로안도리 제디 제제 조람 중세 만세도 주동게 된다 주동다고 된다 선주선 바틴다 요리 开显大乘师，纵有不雅行，然其意难测，莫念失过吧。这里是谈到大乘的这些善知识，或者说密乘的这些上师成就者们。那么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为了利益众生，可能会实现一些外在看起来不雅的一些行为。这不仅是你看到有一些成就者会这样子做，很多时候一些菩萨也会做这样的示现。 조람 문제가 난도도 난게 투공된 시베 아야 투공된 뭔가도 강이 시베 심생도 도달라 되는 나 예바된데 쓰고 요래 然其意难测哦，就是说，然而我们对于上师这样成就者的心意，我们是很难这个知道的。 아, 되냐, 랑게, 사무 당, 랑게 조람 탐제, 상제 탐제게, 무슨 게 체인이 효요하래, 대라 사무 당 거에서 이게. 事实上，我们的心意呢，事实上反而是诸佛菩萨都能够知道的。 就是说，我们无法了知这些上师成就的心意，而相对的，我们的心意是被诸佛菩萨知道的。所以说，默念失过吧。최제 사무도사 가서 땅 예바테 상제 삼제 개요래 상제 샤자 도바당 상제 어바네당 상제 무르발라서바 삼제 시시 추 삼제 마신바 때내야 말이 예 삼로 간대 전에도 삼제 상제게 무슨 개인데 효요래 接着下一个偈言说：汝种种所想，佛心无碍显，莫生诸恶心，蒙修本尊吧。所以这是指说我们各种的这种心念，尤其是各种的恶心哦。事实上，在佛的面前，在佛的心中，都是能够清晰的、无碍的显现出来的。我们说佛心呢，它是能够知晓一切万法的。所以就这里的佛，它指的像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不动佛等等啊，他们是都能够知道我们的心念的。所以随时呢，要有这样子的一种警惕的这样子的心，想说啊，诸佛菩萨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随时要对于自己的心念要特别的警惕。这也是为什么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他每天都要念诵的是这个35佛忏悔文，还有像会念诵金刚萨埵的修持，做忏悔。
让给你他们个啦，让给给你这些是当，我外面来说我让给你把这呢，路边好条样，做嘛你个才个的。同时，如果自己升起恶心，也是会蒙羞本尊的，也是会让你的本尊不开心的。像是你修的本尊，如果是文殊菩萨也好，或者阿弥陀佛也好，等等哦，都会让他们蒙羞。最大的你他们来本地云锦队那样，俺这来原来都把地国下过差了有的吧，现在大把当，下过大把有结果的，天天过结果有的。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本尊的观修的法，或者说叫仪轨，它在开头都会有这样的忏悔，在7支念诵当中都有其中1支就是忏悔支，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里说莫生诸恶心，只要你一发现这个恶心，你就要去当下，记得要当下的做忏悔，并且发誓不再犯。好，你来做，你让好做他们都知道，他们这样，没有人开发是过两千元嘛，这种。接着下一个既然谈到的是自己的行为，更是要谨慎，不管是在人前或者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都应该要非常的谨慎。龙中呢，你现在上街上这个300道，道都真年见些是，真年跑多还是然后龙这个做人多少看起来，可能通过嘛的，没有给数通过的吧。以前都现在让给秘书没那个啥，看不难的我听得了，现在我呢给他多少些吧当，现在旅游馆呢跑没得就把就听得以前呢，上街当长寿3把，上街当长寿3把当，让给他们个拉当，天天公布到出乡的时候他们这个到处这方面的建议谁都有的，他们马先把当的要嘛谁都有的。没买这个天气买的，还什么事都有的。如盲前有目，佛菩萨慧眼，恒无碍明察，莫切行恶。所以这里举喻就像是在这个你是一个盲者，那么你可能在造作许多的恶行，或者说着许多的恶语，但别忘了你的前面随时有着这样子的明眼的有目，就是有着这样子的明眼慧眼的佛菩萨在看着你。这里的佛菩萨也可以只说是各种的本尊护法总之都是一直恒常无碍的在看着你的。所以就我改这年的没东西，用多年的没有这些，这个人讲说龙是所以前面说莫切行恶，不要偷偷的这些行是恶行。所以就这他们就我心都搞的些，我都是被老爷让我听，心都搞不了的些。接着下一个偈言说：凡夫难满足，熟视便眼愚，有错更加斥，独自修行吧。所以第一句提到说，凡夫呢，你是很难取悦他的，很难让他感到满足的。所以就给生的，你们这个不过有个印度呢到了老的，所以叫我的其他有嘛的，跑了就把出去做把当，生活定了，2当多把有把当，3当1节有把，有把的好可以给7把的，所以叫我的其他有嘛的。那么凡夫呢，事实上因为他们总是有着很粗重的烦恼，所以他看不到别人的好，他看不到别人在做布施、持戒、忍辱等等6度，他们也看不到他人的这种修持、觉受和证悟，同时也看不到他人的慈悲。嘛是，就是就老的牛毛把这个萝卜多把印度，人家不行抽汤。咱们这来说把这个有那对基本上把通了，老些一般的，老多一般的。凡夫不仅是看不到别人的好，甚至会把别人的好看成是错，
看成是恶哦。所以譬如说别人明明是在行持六度，那么他却会把它看成是不好的，是罪恶的。这都是因为他们的烦恼、他们的颠倒见而造成的情况。原天均都通，均阳均都通，原天阳均都通，均阳均都通的没有的区别。所以就下来给他妈的，让讲吧，他就没来当卡拉公主那些，让讲吧，热了的，大家搞不是公主王给，所以就让他们都推到都是一下来，没推吧，让就不能，你看就那么说东西啊。所以这里说熟视之后呢，凡夫呢就看不到你的好变眼愚，同时呢，把好的还看成是不好的，然后不好的呢更加的觉得是不好，有错更加斥。所以与其这样子跟这些凡夫在一起，还不如舍弃他们，独自修行去吧。就像过去弥勒日巴大师一样，或者像卡拉滚冲大师一样。现在妈妈菩萨让아니 직대 대지 빠른 담을 나라 승담을 대수도 아니 시다 당 배상만 벌어 고또 그래서디 니도 니시 담제 송도 가시라 니시 따라 담제 송도 다른데 타마타마 내게 소소소 니도 니시 담제 인사를 생각도 그거 지샤예 그래서는 고하적 대사리 전문의 좀 전제가 레메라 지시가 이제 하세한테라 파당 마당 보사당 되네 랑게 로바당 랑가산 디사게 매당 네 모두 탐제라现在就马来送的。接着，今生父母嗣，远近亲如宾，聚散一处请，是非亲故吧。那这一段呢，是在告诉我们，对于你的亲人朋友，不要升起太大的贪着。事实上，你们只是暂时相聚的，在一处的这样子的旅客、宾客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说今生父母嗣，远近亲如宾哦，就像你今生的父母，或者像你的孩子、侄子、孩子、侄女等等哦。那么或者说像你的远亲或者是近亲等等，总之这一切你周围的人，事实上都像是宾客一样，只是今生暂时的相聚在一处。ngarange robayi ngarange pomboyi ngarange yoboyi samba tende 다인지 되는 되게 삼만 신사 요라 봐 팀문이 제가 되게 말해 되게 내가 요 말해 所以世间上看来，我们会以为是真实的啊，这真的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或者这是我的这个主人，这是我的仆人等等。但其实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그러나 너무 좀 સમજે 다 정상에 빼샤는 넘주와 다 누구도 게다 쳐줄 넘주와 넘주나라 내 마음도 넘주 들어서 또다 차는 누구요 그래 넘주나라 내 마음도 잡는 거래 대넘주나라 먼저 걸라라는 게 되게 중요한 말이 맹퇴용이야 말이 대사상이야 말이 대남주나는 중산이 너무 지금 나라 되네 차라 대 저주지 에나 저주 정한이 요 돈나 저주 지니 되게 잘 대대래 대남주나 차로서 에메 통야 요아리 그게 요아리 되는 번나 너무 봐서 가 되는 거 되는 가봐요 통야 요 말이 통야 요 말이 왜 대신도 바닥에 년생당 조보당 무신이라서 뭐 탐지 다들 교환들라 잘 알려버려 되게 교환 무마라 나마라 로 동자 트자 까바네 까바라 장 툭자 뭐님 고자 뭐님 그게 심정하다래 선들라 족장 잘해 되네 님들 새 표현에 시선나 로 동자 까바네 까바망도 가와이 잘 태장 요 말해 도회장 요 말해 갈라요 하고야 요 말이 제주래
我嘞，我提醒到他让我就他按这个应该没什么的老多嘞，这个好嘛的，这个钱好嘛的，弄不那个没几块的，他到我年头他们这了，他这个什么东西啊什么。以现代的比喻来说吧，那么就像是我们会搭乘飞机，在上飞机之前是上同一个班机的人，互相之间根本没看过，根本不认识。但接着上了飞机了，起飞之后，长的旅程可能15-20个小时，短的旅程1-2个小时吧。总之，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互相会看得到对方，甚至你会和左边、右边的人可能还会讲话呢。那么，但接着降落了，然后拿了行李了，大家又各分东西，可能以后也不会再相见。就像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今生你会跟你的亲人、朋友等等相聚在一起。但是今生结束之后，来生了，你不知道这些人又会在哪里了。你可能会很长很长的时间根本就不会再碰到你今生你以为的这样子的亲人和朋友，很亲很亲的朋友。事实上你今生结束之后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会再碰到。所以这里说实非亲故吧，那么只是暂时聚散一处请的这样子的一个亲友朋友，事实上根本是非亲非故的。所以不要有觉得这些是真实的亲友、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样子一个错误的颠倒念、颠倒的妄念不要有。劳动能不能多咱们二样上嘛对吧了？你不弄去嘛，那不当了对着啊，他就弄弄去，俺俩天天扛把当，啥当，他别想什么就弄去，这个就有什么这样，这样有什么现在有的，这样弄多的，然后他不在家有嘛的事。那么接下来说，赤身空拳死，平易样样留，莫积网页财，诚心安平吧。那这是在说，你以为你今生拥有许多的事物，比如说你以为你拥有房子，你拥有土地，你拥有很多的钱财，但事实上你以为你拥有这一切呢？事实上这都是一个错误的颠倒的见解。事实上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你所拥有。劳动能不能多咱们二样上嘛对吧了？你不弄去嘛说不，如果当了对象，如果当了对，当个当不起的，你说人家呢，因为本土上过来，当不起就下过来是。所以这里说要诚心安平吧，你要能够诚心安平安然的接受这种你的贫穷的情况。劳动人们他们洗澡的这些，出国那样洗澡的这了，这呢，我们직장开网要嘛的，휴职직장开网要嘛的，多少呢？多少呢？特别是多回什么？所以前面第一句说原因在什么呢？因为赤身空拳死这是指说人死后，无论你多有钱多有权，那么你最后死的时候是赤身空拳的，你什么都带不走，1块钱1张纸钞都带不走。那就天天上面这一档，天天一下来，你最近做的考不着就，然后你2个学生样，现在了2个人呢。有他们这小康巴小呢，我送那样，他们这是旅游的，就是我他们，旅巴拉，他们这个过年样，他这个店呢，从阳门到从家，阳门那今天来那节了说吧，他就当年马上就这个呀，就当不出来3年，就过了9年，龙就没收送的。接着第二句说平易样样留，所以同样你跟一个贫穷的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他死的时候也是
什么都带不走的。他就算拥有少量的东西，他也是一样，死的时候赤身空卷死，什么都带不走。所以说呢，莫积网页财，不要再在一生当中这种网页的财哦，就是这种会伤害别人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到他人的这种造了恶业的这种财富呢，不要再想着去积聚，诚心安贫吧。那个这个那靠了背后变头的话们都给。对面看来嘛些吧，是这个吧，人品昂些。那个这个俺大第三个上面，大才我们就出不用的，往前不用的说，康巴全部支不成这个有了吧？康巴，看比如说康巴支不成吧，对不咯？现在这家门呀，听到了老开些的，听你嘛这，社会现在，康巴没有人要嘛的，东岸们都给些。다른 저들이나 가와이나라 나가뭐 때문에 내가 전부 잡샤고 이렇게 강보해서 강보지부터 망보도가 그러나는今天 고랑 실로 가야 돼 정신이 내가 하래 다 뒤에가 미 때문에 산다다 대대세 대셔 모두신 대라 나보자 요 말이 대 무슨 통행도가 余造之楼舍，不得享久住，莫见无畏舍。犹临兰若吧。那这段是在说，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些人可能，有些钱，然后甚至很富有，他就会建造自己居住的地方，比如说这样子的楼舍，这里特别指的是这些华夏大房子。那么，但是呢，不得长久住，再怎么样也就是住那几年吧，他也不可能永远住在那里的，最后他也会死亡，那么这个房子也就遗留下来。现在世界上你会看到很多这些我们去参观的景点，就是曾经某某人的怎么样的了不起的厉害的这种建筑哦，但事实上你看他死后，他也带不走，那甚至就变成是很多人参观的地方了。他的康巴说一个那个马些巴的，日出朝公朝我知道，公巴是你没被杀了，东巴了才的吧，公巴人真年着。今天就是没拉当，他不拉这当，说个出头他们就朝公家当，多人家当，天天我们兄弟嘛都看不见个嘛的，这倒不真是昂死。所以说莫见无畏舍然后犹临兰若吧，所以不需要再去建造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高楼大厦那么还不如犹临兰若吧。那这里的兰若，古代叫兰若，其实也叫做寺院。那其实寺院兰若，它原始的意思就是指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的这样子的山林或山间这样的清净处。所以你看过去的祖师成就者，像弥勒日巴、冈波巴大师等等，他们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在那边建寺，而是就是在这些山洞或者是一块石头上修持。然而现在来说呢，很多人可能生活上已经无法做到像过去那样子，在一个山洞中修持，搞不好他会生病，或者根本无法修行那让你去这个看吧，今天这个边的马英吧，当成不马英吧，马英吧，那个可长看吧，也不是昂送到听到听这里放的样子的。所以现在来理解这一段呢，莫见无畏施，犹临兰若吧。现在的理解或许可以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用自己盖不要去盖那样子豪华的这样子修行的地方，就是一个暂时的朴素的地方就可以了。这个我们就是没拉当，他不拉这拉，说个搞不出来，那你用的，挺少那些你忙不得了，要嘛的，那。今天这个样用的，出个这个当，每个这个听着，没了说个这个听着要嘛的，马上给说个这个听着要嘛的。事实上，过去来讲，
疾病也是比较少的，像弥勒日巴、冈波巴大师那个时代。各种现在的什么传染病疾病，过去是都没有的，而且过去也比较少那些大自然的灾害，甚至蚊子都比较少。他们现在的这个的，我们菩萨从那里，前面让不查给的，前面什么嘛的啊？现在这长沙江才来的呢，现在然后来那边么的，他们的不接的那些，菩萨从那里。从到了格雷加不从到了格雷加不从当让不差过的些，让不差过，让东家也嘛多，他们好像要嘛的。接着说，单身却成家，无须却得子，奈何却乞讨？莫忘娶妻吧。所以这是说，本来是自己单身的，结果却成了家，然后呢，然后没有任何意义的，又得到了，就是有了孩子。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无可奈何的，然后去为了养活这个家人，或者说为了生计，结果自己变成像个乞丐一样四处乞讨。所以呢，莫忘娶妻吧。他可以呢，不能那么浪的，才那么得说，就专业吧的意思。他这个常常讲的基本用户的上面基本好像要嘛的，都没钱都不的，专业吧的。然后学习平面这个人呢，也对吧？才那么得说的。这个他才了给基本用户的，所以今天给这个要的吧，这基本用户都没钱都不的，个专业那说的，没人昂。所以这里是提到说娶妻，这是站在了这个男性行者的角度哦。那么你不要这样子总是去妄想着、去思考着，想要说娶妻哦。同样的，站在女性修行者的角度来说，也不要总是想着说要嫁给某个人。那事实上，最后你只会这样子的婚姻结婚呢，事实上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现在他的当到了那就差点这个，那现在这个他今年都知道，所以呢我们中途不全部他们就那样，深圳这里听到了，那就差价是他这电费出要的，电费路是有的那样，然后出了什么到呢？现在他呢那些电费给我要嘛的。现在他们电工嘛的说。那么离欲之圣者，无需秉业印，若染贪欲会，反至恶道吧。那这里是说，过去是一些成就者们，他们为了利益众生呢，他们会有依靠秉依这样子的业印，这里的业印就是指说他会有娶妻，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但是事实上，这里提到说，从自身的角度，行者自身已经离欲的角度来说的话，事实上，如果他已经远离了贪欲的话，他也不需要这样子的事业印的。现在是忙这个也，小家老呢，在了现在来店里，牛毛吧店里，你把毛啥小姐，领导了给尤其的。相对的，如果是带着这样的贪欲，然后和业印相会的话，那么这反而是会遭致恶道的。所以说，若染贪欲会反致恶道吧。去年就办中文就我们也别了嘛，知道吧？那把你这念书高，多多不接触鸟想。那来看些今天，都有农村就是今年，包了产品，天天通常给是怎么说呢？天天看些给我就把亲戚过了，前天贴了，就是多把羊吃就要嘛的，贴了空中羊吃就要嘛的，以前那是公平啊，可能出门可能都没睡吧的是，以前那是，我们呢，然后在我们。
就没拉着不，他不拉紧着不，那干嘛把土生相伴着不？天天个土豆给接受，尿性啊，这个连对现也是。接着说，非法行之因，不良犯不看，应以悲悯待，应寻觉者吧。那这个意思是说，现在你会看到周围许多这些人在做着不如法的行为，那么事实上，可能像他们贪着各种的妙欲、各种色声香味触，沉溺于这些当中事实上，这样子的行为都是不良的这种行为。那我们不应该去看，甚至也不用起嗔心。更不要起贪着之心，而是要怎么样呢？应以悲悯待，你反而应该对他们升起悲悯之心。然后自己该怎么做？自己应该遵循的，当然不是这些非法者，而是应该遵循的是过去的觉者，就像是密勒日巴、冈波巴或者第一世伽玛巴等等这些成就者们，应该效法的是他们。这个时候他就光开中人点把当，你这老爷当啊，今年他把那讲，他的来先把他给的呢，朝当拿了，你不能说就是忙不，些把台大都对别说不他们，他把开别过年不让的来些当不对的，因为差不多那些帮忙嘛，因把对别说不，他别帮，他把开别过年帮，接着说恶友设法是于诸得财备厌食善知识尽去医治吧。所以就像刚刚谈到这些行持非法的沉溺于五种妙欲的这些不良的示范的这些恶友你要有方便善巧的去舍弃它，所以叫设法，就是你要很有善巧的去舍弃他们，而不就是带着嗔心烦恼去责骂或者去舍弃他们，这是不对的。所以恶友要有善巧的去舍弃。他来开把当，准把当，就天给捐钱，拿回把给现在的，唐北，每年给过来说。然后应该要医治的是谁呢？是具备了德才的，是具备了厌离世间的、出离心的这样的善知识，是我们要医治的。所以说，于诸德才辈厌食善知识，尽力医治吧。上面的有些人讲的，这个哪这么多年中，哪个老妈们，没有照顾起啊？台北老妈了，台北钱呢，可以一定透过的，台北马钱透过马的，那么台北没有照顾起昂什么？然后接着下一段说，本尊上师众犹如摩尼宝，摩尼宝静心得加持，深深前进吧。这里重点在于对于上师本尊要有前进的心，才能得到加持。到了忙了，咱们这边3天节约行，就这边当嘛了，这边人不去讲，俺个老嘛的，俺听他那边的是正宗的嘞。那时候呢，这个送给个我们家们的，这个人不去的东西啊，送。接着说，引汝正道之导师善知识所受之口诀，立修之本吧。那么，上师善知识对于我们指示的口诀是引领我们进入正道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去修持它，好好的去实修它。有什么？有什么老师来过来讲话的，那些都是当这个宣传就是老乡，在上节个送下来，连成送那，让给老乡了，来过来讲过来，讲过来，讲完这样，那老乡吧，忘不了，见面吧，是把稍微有个告诉中乡送的。接着佛所宣经藏呢，未远无知惑，善练研习会，年少而学吧。所以这是说佛陀所宣说的这些三藏经律论的三藏呢，是为了帮助我们远离无知的迷惑的。所以趁你还年轻的时候，好好的去善加的修习学习这样子的智慧吧。现在咱们马上呢，年下面啥吧，少些些吧，这那边2到3倍降下啊。然后呢就去退回告诉，我那就牛毛毛这个写吧的谈不去，谈不退的，退那样进入要的，那么上，进入要的，
天对现在他把电影做推个定度三把就他被去的到这杨树当的300个呢日语没个说过的300写了比过呢日语没个说过的接着说，诗若不摄受，犹如破底瓶，有漏心健忘，情念所闻吧。那在这里提到的是，当我们依止这个上师，然后跟随他们听闻法教的时候，由于自己时常烦恼很深重，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烦恼，很多时候让所以很多时候让我们会变得容易忘失所学的这些内容，我就记不起来，听过学过，但总是记不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的烦恼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重点是我们依止上师听闻的时候，不只是听闻，更重要的是你要去去思维它，所以叫情念所闻，你要不断的去思维，去念想着你所听到的这些内容哦。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